好事緊，港姐出身的陳曉華早前分享一輯參加數婚前派對的靚相，並透露其實同大嫂是認識年的閨蜜，可謂親上加親。17日陳曉華上載多張婚現場的照片，獲阿嫂親自送上花球給予祝福。陳華手捧花球春風滿面，並感慨發文祝賀陳生陳新婚快樂。花球環節，我企開一二邊，期待花球拋。下一位準備結婚嘅姐妹大聲同新娘講向中間，力啲拋。佢忽然轉身一直行過嚟我哋呢邊，直到後將花球交俾我。佢話 Katie 都有啦，差你一個咋咁重嘅畫面，想用文字打一次出嚟同大家分享，而我好好將呢個畫面永久保存。我可能係你哋最不要擔心但又最擔心的人。他續說，感覺你哋真的是家人，有時候只敢遠觀支持，謝謝你們，不用擔憂。我要繼續努力工作，養埋你哋亞馬閨蜜 S。雖然獨立，但我依然很需要你們。得到花球有一種說係可以免除厄運，招來幸福、幸運嘅意思。多謝呢，新娘子將幸運祝福給了我。